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咱今仔日搁做伙组织伫遮来敬拜咱的上帝。伫开始礼拜之前，咱来先安静咱的心，邀请圣神就充满伫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心中。生活中，也是伫工作、学校，咱所拄着的挑战、甲困难，拢求主来帮咱。因为主是咱快乐的源头，是咱所挖开的石盘。咱做伙开声来祈祷，请天父上帝，求你帮助阮，成做一个完全的人，保守阮离开一切的罪恶。主啊，咱将阮的心向你来拍开，求你来光照阮，我愿意伫你面前面做。感谢，甲学乐，感谢主伫每一天的保守甲带领，嘛感谢主对咱无限的恩典甲慈爱。咱做伙开声来向主来献上咱的感谢。谢谢天父上帝，咱感谢你，感谢你伫患难中赐了平安，伫软弱时加做阮的快乐，也为阮陪伴未来的道路。嘛感谢你。信心永不改变的上帝，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感谢。
会来祈祷。咱的教会明年准备要亚至50禧年，求主兴起咱的教会，成做一个属灵的教会，互我会当更较聆听群主，甲主建立亲密的关系。那么为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帮助富工人有较无情理的心，愿意互受造就，内心传录音来祈祷。那么为教会中身体有病痛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医治因，主了地开咱伫因的心中，咱做伙开嘴开声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愿我的教会拢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教会，成做一个属灵的教会，也成做一个主你所喜爱的教会。我爱咱一点更较会离发你，亲近你，为以往所伫你的同在内面。那么为教会中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的听，就充满伫兄弟姊妹的心，我们会当彼此相听，真像你安尼听咱。为病痛中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你甲因同在，主的医治伫因的心中，互因拢充满主的快乐。感谢你。那么为着阮教会牧师、下牧师、谢牧师、詹牧师夫妇、长职、小组长以及所有的同工来祈祷，求主引带因，并赐了智慧伫因的心中，嘛求主保守看顾因的厝里平安、健康以及家庭，拢有主甲因同在，咱做伙开声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求你赐了智慧，令阮教会牧师、长职、小组长以及所有的同工的心中，互因的后世拢会当得到充满稳定所在家，顺利来当领了你的名，也求主你看顾因的厝里平安、健康以及家庭，拢有主你甲因同在。最后，咱嘛为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求主保守看顾今仔日的礼拜，能有圣灵充满伫阮的心中。咱嘛为今仔日詹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来祈祷，求主安静咱的心，互咱会当做伙来领受伊的话语。咱做伙开声来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求你的地就光照伫咱今仔日的礼拜，伫阮今仔日的礼拜当中，让我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在。那么将今仔日詹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来祈祷，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更新我所有兄弟姊妹，求你安静我的心，拍开我心灵的耳，让听着你的声音，就免照着你的话语来行。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听阮呼求的声，嘛感谢你拢甲阮同在。阮将阮的祈祷拢交托伫你的手中，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耶稣的脚
时邀请海弟姊妹，咱为做一点起立。咱是上帝尊贵的战士，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来到主的面前，咱亲像花蕊，一粒一粒数做这最主的脸，主是心的咱中咱自由。
主生家宝贵的器具，你风有稳定的将就我我，互我器具内面充满大快乐。这是咱来吟信诗第二首，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全面大自在，咱的手看这声和乐上主尊名。现在，现在，现在，将你天地高，无论上帝之尊之冠主宰。现在，现在，现在，万姓拢敬拜，免流港阮尊荣，奉献的宝座前，千千万万天君，你领我敬尊，主下感谢耶，万上帝大恩。现在，现在，现在，全地大主宰，万民高声应信，阿乐上帝尊名。现在，现在，现在，尊荣到万世代，无论三位是都以大主宰。阿门。因为你牵得一切恶乐，牵得一切尊严。主啊，伫早起时，我嘛带着一个欢喜的心，因为来亲近主你是一件阮每一人生命上值得欢喜的代志。求主帮咱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礼拜，阮伫你的面前敬拜，向你祈祷，来亲近你。求主你来赏赐你的祝福伫阮每一人的身上，也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礼拜。透过阮所献上的一切，也透过搁一摆来听透你的话语，真做是阮每一人生命的帮助。愿主伫早起时，也透过你的圣神来感动阮每一人的内心，也透过你圣神的感动，搁一摆，互阮对主你有搁较侪的认捌，也对主你有搁较侪的脚步。愿今仔早起时，真做是一个充满荣耀的敬拜，也愿主你的荣光。就显现伫阮每一人的生命内面。愿早起时下礼拜，求主来带领，对头到尾，拢伫主你的恩典保守的内面。这时，我嘛要用主你所教导阮的祈祷文，做伙齐声来祈祷。阮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实行，伫地里亲像是天里。阮的日子听你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你操阮的事，就叫阮管理的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咱将时间交互咱的师会。请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40篇，以赛亚书第6篇，由我来启，会众来应。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
伫真悬的所在。伫伊的周围有西拉宾天使徛伫厝后。现在，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阳光充满全地，门厅因为呼应的声震动。迄时我讲，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我的目睭有看到乌。万军的统帅上主，有一个西拉弗天使陪我来我遮，将炭捂我的嘴唇讲：你的罪过一定除去。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祈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我要齐声感谢你，学了你的圣名。感谢你诚做阮智慧的好朋友，带阮离开愚妄甲烦恼，互信心的光照入阮的心内，充充足足，诚做一切。超过阮所求所想，因为你的恩典甲慈爱，互阮卑微的性命得到怜悯甲救恩。伫安静谦卑听候的过程中，阮犹望要学了感谢你，恳求你的信心常常甲阮智慧，伫阮时时有单纯信靠你的心。虽然环境拢有变化。压力阁一直来，总是照着领受你的话语来成做阮的快乐。恳求主，逐日做阮随时的帮衬，加添阮的力量，互阮伫生命每一项软弱中，彰显出你的权能甲阳光。顶礼拜，富强教会启动进入50许年的宣告。阮要感谢主的恩典甲恩赐，互阮满心欢喜迎接你的作为甲计划。搁感谢你亲自竞选，互阮有智慧、有能力的筹备委员，伫筹备中同心合意，彼此扶持，互一切的备办拢是合你的心意，通成就你美好的旨意。听阮的主上帝，伫9月份教会就要推动新的一期的幸福小组，求你互阮明白，你对阮每一位同工的身躯顶，拢有特别的计划，互富强每一位听你的兄弟姊妹，拢通清楚知影家己伫团契中的角色，愿意完全摆列家己，互主来使用。互你得到荣耀，即时恳求你的信心伫阮的中间，开阮的目睭甲耳孔，互阮专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你祝福詹牧师今早起要传讲的信息，互阮众兄弟姊妹搁一摆得到造就甲激励。阮将今早起的礼拜恭敬交托伫你的身手。求你亲自掌管甲保守，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讲守上帝的话，上帝的话
记载伫两位的圣经节：使徒行传11章19节到21节，甲25节到26节。我即边来读，因为司提反的代志，受迫害四散的信徒，有诶到腓尼基、塞浦路斯、甲安提阿，伊要对别人，只有对犹太人传道。毋过，其中有一寡塞浦路斯甲哥尼莱的信徒，甲安提阿，毋嘛向希腊人传，对伊讲起主耶稣的福音，主的气力甲因同在，信来归主的人也真多。后来，巴拉巴去大蜀找扫罗，找着就带伊去安提阿。足足1年久，因两个甲教会的人聚会，教示真侪人，门徒叫做基督徒，是对安提阿开始。第2个圣经节，使徒行传13章第1节到第3节。安提阿的教会有几若个先知甲教师，就是巴拉巴，互人叫做乌人的西面，哥尼莱人路求，甲分封的王希律做伙大汉的马良，以及扫罗。因对敬拜主、敬者的时，信神甲因讲，着为着我指派巴拉巴甲扫罗去做我呼召因做的工作。因敬者祈祷了后，甲因按手，差派因出去。圣经读到这，愿主赐福听通伊话的人。俄勒，即时咱请圣歌队俄勒。俄勒的诗歌，我的上帝，我的君王。因是说，请詹牧师讲道，所要传讲的信息是：自己是为着分散。
各位姊妹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伫今仔早起时，搁一届组织伫上帝圣殿做伙来敬拜俄罗伊。虽望前几工咱看见有风台的消息，但感谢上帝保守，互咱这届风台无遭受上大的损害。但是咱希望看到伫7月时阵有风台，有侪侪雨水，所以嘛。特别伫嘉义、台南、高雄，阁有侪侪所在，阁需要恢复，也愿上帝继续怜悯也帮咱，互伫即个风雨过程受到损害的遮的百姓会当紧得到帮咱，也愿上帝继续带领咱每一个人，也透过今仔早起时是一个好天，互咱伫遮。也带着一个敬虔热情的心，来到伫主的面前，做伙来敬拜俄罗伊，也搁一个来听探着伊的话语。伫咱开始分享信息进前，咱做伙搁来做一个祈祷。请主上帝，阮感谢你，搁一个引带阮来到伫你的面前，因为你呼召阮爱自执，呼召阮爱伫你的面前。谦卑来听你的话语，求主你的圣神来充满着咱内心，透过你的圣神的感动来启示你的话语，也透过你圣神的感动，搁一摆互阮明白你所要对阮讲的每一句话，搁较明白你的心意，也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即时，阮通安静阮的内心，专心注神伫你的身上，互阮通透过你的话语。诚做是阮每一个人上大的快乐。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今仔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就是这个做伙来礼拜系列，这是最后一讲。为旧年一直讲到今年，这个系列要准备来做一个结束。今仔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咱伫每一届参与教会的聚会，无论是主日的礼拜，甚至是咱周工可能有来参加小组，来参与活塞。每一届组织了后，咱会分散转到伫家己的厝，转到伫即个世界，转到伫即个社会。但是当咱组织了后，离开教会有搁较重要、搁较大的意义。咱伫遮组织。来参与礼拜，绝对毋是因为咱需要一个聚会，需要一个礼拜，所以咱才来到伫即个所在。更较重要是咱组织了后，离开教会，离开即个所在，咱应该爱安怎回应上帝的呼召，回应上帝的恩典。所以今仔最后的即个系列，要透过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的经文。做伙来分享，也做伙来思考。当咱礼拜每一届主日礼拜结束的时阵，当咱要四散离开教会的时，咱要带着什么款的态度？咱爱带着什么款的心情来离开教会，转到伫咱家己的环境中？上帝互咱每一项非常公平，一礼拜拢有168点钟会当使用，无人有较济，嘛无人有较减。每一项拢非常公平，拢同款是168点钟会当做使用。咱若详细来甲算，比如讲今仔早起是来参加主日礼拜，大部分人你参加台语礼拜结束，可能你就转去你的厝。等下11点有来参加华语礼拜，因等下就来参加礼拜，然后就转去到因的厝。可能有人一周间你过来教会参加牧区小组团契，也是有一寡训练的活动。所以算的可能一个礼拜你可能伫教会可能4点钟，加可能5点钟，也是6点钟。但是若安尼算起来，咱伫教会的时间其实无真长。若是用一礼拜的时间来看，咱伫教会的时间其实无少长，占咱一礼拜的时间无真久。但是对咱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来教会这个短短的时间，佫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伫一礼拜时间遮尔长，但是咱佫非常看重伫这4点钟、3点钟伫教会的时间，
所以咱搁较注重，当咱组织即个短短的时间，咱看重的即个时间，咱爱安怎伫遮会当会当得到啥物，会当伫遮学习到啥物，然后带到伫咱剩的时间。所以伫聚会结束了后，咱安怎将咱所领受的，咱安怎将咱所学习的，放伫咱剩的160。可能162点钟、163点钟，这才是聚会上重要的代志。咱每一届组织了后离开的时间，其实搁较济，比咱伫教会的时间搁较济。所以，安怎将离开教会了后的时间，搁较看重、搁较实践咱的信仰，这是搁较重要的代志。伫这个系列的第一讲开始，咱用以赛亚书第6章。来讲，规个礼拜的听书，规个礼拜的模式，就是透过以赛亚书第6章所表现出来，就是咱拄仔启应文嘛有读到的。透过这个以赛亚书第6章，表现出一场礼拜应该爱有啥物款的听书，应该用啥物款的模式来敬拜咱的上帝。所以咱在一场礼拜开始，咱会为宣调，嘛会为咱敬拜而乐开始。但是一场礼拜的结束。会为牧师的祝祷，嘛为着车恳，为着最后咱唱祝福的诗歌结束。所以，若是无上帝呼召，无上帝甲咱组织，咱就袂伫遮做伙来礼拜，做伙来参与聚会。但是，若最后无上帝祝福，无上帝车恳咱出去，咱就袂有分散，袂有离开的时。所以，咱为礼拜一开始，第一讲开始讲，为什么咱爱礼拜？为什么礼拜头前爱有敬拜而乐？为什么礼拜头前咱爱组织？到伫最后，咱来看，最后上帝车恳咱出去，最后礼拜结束、主日结束的时阵，上帝车恳咱分散出去，重要的意义是啥物？今仔咱所读的经文，咱看到，伊记载，伊讲遮信徒因到伫逐所在开始伫传福音，因到伫逐所在开始伫讲。耶稣基督的信息，但是搁较进前有发生一个事件，就是司提反的事件。为使徒行传一开始，当耶稣伊离开了后，伊的门徒就开始传福音，侪人开始听见耶稣基督的信息，然后因就相信。人愈来愈侪时，这门徒因就选出一群人负责管理因要用的、因要食的。其中有一个叫做司提反，这个司提反，伊嘛非常热心传讲上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这的议会的长老，这的人伊就看到，讲伊讲的话涉到了上帝，涉到了摩西的律法，所以将伊抓去到议会，最后甲伊判一，最后讲这个司提反伊所讲的无合着因的心意。所以最后，因就摕石头甲伊钉死。当这个因遮个人摕石头甲钉死的时阵，为《使徒行传》第8章的记载，当时耶路撒冷的信徒因就拄着真大的迫害，所以因就爱走去逐所在，所以圣经《使徒行传》第8章第1节就讲，伊讲当迄日。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真大迫害，使徒以外所有的信徒拢总分散去犹太甲撒玛利亚的逐所在。所以因拄着一个真大迫害，因原本是组织做伙，但是伊拄着一个真大迫害，所以因不得不全部离开着耶路撒冷。所以到第11章咱的书会读的经文，咱有看到，这位耶路撒冷走出来的信徒，因就到伫迄个犹太地区、撒玛利亚地区的逐所在，这场分散，却变做是世界见证福音的一个开始。嘛，因为因分散，组织搁较侪对救恩热情的人，因嘛因为这个分散，互这个非常重要的信仰，互这个福音会当继续延续落去。所以原本伫人看起来是哇，这个耶稣的福音受到真大的迫害。原本一群人组织做伙，但是当这人分散出去的时阵，却无想到分散出去，组织搁较侪对这个救恩，组织搁较侪对这个福音有较无的人，
互这个信仰会当继续来延续落去。所以今仔透过这几段的经文，也透过伫使徒行传所发生的这个故事，当这人原本自治了后，佫分散出去，产生佫较大的效果，产生佫较大，互人无法度通想象上帝的作为。所以今日要透过这几段的经文，咱嘛做伙来思考，咱每一届组织，每一届参与聚会，重要的是为着续来时间，咱要分散出去，咱要安怎来回应上帝的话？所以第一个牧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为什么咱爱组织？就是因为咱是一群互福音吸引的信徒，咱学习真多是一间福音的教会。当然，伫这个系列第一讲头前有讲到，为什么咱爱聚会？为什么爱有礼拜？其实头前系列的时阵嘛有讲过，但是咱搁一个来回顾，为什么咱爱组织？为什么每一届爱来礼拜？重要是咱拢是互福音所吸引的，咱真做是一间有福音的教会。在经文所安尼描述，伊讲到，因为司提反的代志，遮的四线的信徒到伫腓尼基，到伫安提阿，到伫达所在。有人对犹太人传道，有人对希腊人传道，有人对当地人来传道。但是最后因组织到伫一个所在，因拢组织到伫安提阿这个所在。遮侪的人因四线，然后因最后拢组织伫到一个所在，叫做安提阿。但是重点是最后伊讲，因拢对因讲起主耶稣的福音。所以遮个人组织做伙非常重要的一项代志，是因为因听见着耶稣的福音，所以福音组织伫这个所在。当遮个人一开始因所拄着的是，因受到真大的迫害，因的信仰受到真大的困难，所以因不得不爱分散。我想伫咱日常的生活中，咱嘛永远会拄着困难。伫咱的日常的生活，嘛会拄着挑战。当咱离开教会，转到伫咱的工作，转到伫咱的家庭，转到伫咱家己的环境中，咱永远嘛会拄着困难，拄着挑战。这互咱亲像着分散一样，因为无像伫教会内面，大家会当彼此来关心，彼此带导。有时阵伫咱生活中，咱可能面对侪的代志，咱可能面对侪的困难甲挑战。但是，互咱伫遮组织的时阵，是因为咱知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互咱伫遮组织做伙。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互咱会当伫遮彼此来分享。咱看这经文，伊讲，伫这个海岛的人，伫这个沙漠的人，伫这个伫这个平地的人，伫关山的人，无共款的人，无共背景的人，住伫无共款所在的人。因拢组织到伫安提阿教会，目的是因为福音将伊吸引。其实咱每一个礼拜，无论你伫主日礼拜，还是参与小组、参与啥物款的聚会，其实咱要做伙组织，毋是真简单。咱要做伙组织，其实毋是真简单。实际上，咱有真侪咱家己爱面对的代志，有真侪咱爱处理的代志。但是，咱愿意将咱的时间分别出来，咱愿意将咱会想要做的代暂时先放落来，因为福音的缘故。另外一个非常无简单，是因为其实咱每一项的背景拢无共，咱每一项想的可能拢无共，咱每一项所理解的可能都无共，但是咱会当组织做伙。虽然咱的背景无共，咱想的讲的可能拢无共，但是咱能组织做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就是因为有福音的缘故。上帝将咱无共款背景的人放做伙，有伊特别的心意，就亲像早前使徒行传所记载，无共款的人，因全部组织做伙。咱今会当组织伫遮，咱今会当伫遮参与着聚会，咱会当伫遮主日礼拜，嘛是因为福音的缘故，互咱会当彼此连结。所以咱来到伫教会聚会，毋是因为讲这是一个惯势，礼拜日早起时间到啊。所以我就爱来做礼拜，毋是因为讲我来到教会，我要来交朋友，也是来到教会有人会当听我讲我拄着的困难，来到遮抱怨一些事情。
其实来到教会重要的代志，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会当吸引咱。咱来到聚会、教会，无论是主日礼拜，还是参与小组团契，还是训练，还是服侍，毋是讲这是一个惯势，就是我应该做。毋是讲啊，我要来交朋友，我要来遮得到啥物？重要的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吸引咱，就亲像早前遮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教会，因为因即群人组织是因为有福音的缘故，即间教会就真做是有福音的教会。我就伫刷来9月份、10月份、11月份，伫咱教会咱拢常常讲，这是一个福音的月份，福音的一个开始。因为咱拢会伫9月份、10月份、11月份，可能透过感恩节、透过圣诞节、透过幸福小组、透过福音的参会、透过侪无共款的方式，茫会当邀请，嘛会当吸引对福音有较无，也是对福音想要认捌的兄弟姊妹来。我想当咱组织伫遮的时阵，咱拢已经先领受到，嘛已经先认捌啥物叫做福音。但是较重要的是，毋若是咱认捌着福音，所以咱组织，咱嘛爱继续真做是一个福音的教会，互来的人会当感受到这个所在有福音，这个所在有好的消息，这个所在有含一般的社会的价值，这个所在有含一般的世界所讲的是无共款的。所以为什么咱要组织？第一项就是因为咱是一群互福音吸引的信徒。互咱啊每一项也真做，互咱的教会也真做是一个福音的教会。第二样代志是为虾米咱爱组织？目的是为着咱要互起造真做是基督的门徒。为虾米咱要组织？是因为咱要伫遮学习起造建立真做是一个基督的门徒，互咱教会真做是一个学习的教会。在经文继续安尼讲，伫《使徒行传》第11章25节到26节，经文安尼描述，伊讲后来巴拿巴去去找扫罗，然后伊找着伊，就去安提阿，足有1年久，因两个人甲教会的人聚会，假是真侪人，门徒叫做基督徒，是对安提阿开始。咱看见这两个人，保罗、巴拿巴，因两个和安提阿教会人做伙组织，然后伊讲伊假是真侪人，然后假是真侪人，圣经最后安尼描述讲，遮个人互人称作是基督徒，就是为安提阿的教会开始的。当安提阿的教会因透过组织、透过教导、透过学习、透过因每一角的训练，因的生命渐渐塑造成做有耶稣基督的模样，至到互人称呼因叫做基督徒。基督徒这个词其实对咱每一个人来讲，拢非常的了解。咱嘛会对其他的人讲我是基督徒，对无信的人讲我是基督徒，我是信基督的。其实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这咱拢非常了解。但是门徒这个意思，伊原文的意思叫做军队者，伊伫原文的字内面有非常多的意思。伊代表学习，伊代表发现，伊代表体验，伊嘛代表训练。所以真做是一个基督徒。当遮外口人看，哇，这是基督徒，代表遮的基督耶稣的门徒，因伫这个所在组织的时阵，因伫遮是有学习的，因伫遮是有发现的，因伫遮因的生命因是有体验的，伫遮因的生命嘛是得到操练的。所以当遮的人组织伫安提阿教会的时阵，含扫罗、含巴拿巴、含遮的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伙组织，因的生命是起造真做是基督的门徒。这间安提阿教会是真做是一个学习的教会。当人组织的时阵，是彼此学习的；组织的时阵，生命是得到训练的；组织的时阵，生命是得到操练的。
每一届的聚会，毋是因为讲我需要聚会，而是讲需要举办一个活动，所以咱需要聚会，咱需要爱有一个聚集的时间。更较重要是每一届的聚集，每一届有时间会当参与的机会，是为着离开了后的生活。因为每一届的聚会是互咱有学习，会当训练，搁较会当体验，嘛会当发现耶稣基督迄个水的款式。这个是对咱生命的成长有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聚会毋是讲因为我需要聚会，而是讲我需要举办一个活动，我需要举办一个聚会。每一摆的聚会，对咱来讲非常重要，伊是伫即个当中，咱会当学习到啥物？伫即个过程，咱的生命会当有啥物款的成长？伫过去每一年的暑假，咱的主日学咱拢会办夏令营。今年的夏令营结束了，有一个青少年来问我。伊问我讲，牧师为虾米逐冬拢爱办为啥逐冬拢爱办拢爱举办夏令营？为啥逐冬拢爱办这个活动？办这个活动足忝的，办这个活动足无用的，办这个活动爱开足侪时间的，我都出去佚佗。但是咱了解办这个活动目的，毋是因为讲我需要一个夏令营。我需要有爱做一项代志，所以我爱办这个夏令营。所以我需要爱找人做伙来完成这个活动。我甲这个青年讲，办夏令营，也是参与一个聚会，毋是因为讲需要，毋是讲因为敢若无，所以咱必须爱做一个物件。我甲问讲，你伫这个过程，你敢有学到啥物？伫这个过程，你敢有看到啥物？当然，咱办一个活动、福音的活动、夏令营，还是任何的聚会，咱有搁较大的目的，咱可能要透过这个活动传福音，透过这个活动会当吸引人。但是我问这个青年，我甲讲，伫这个活动内面，你敢有家己得到啥物？然后伊想，伊就甲我分享，伊伫这个夏令营得到啥物。所以每一届的聚会，每一届的参与。毋是讲我需要，而是这是一个惯性。是每一届结束了后，咱嘛拢爱问家己：我伫这届的聚会，我伫这届的参与内面，啥物是对我的生命有帮助、有成长的？有一个帖甲齐克果，伊讲一个故事，伊讲了一个故事吼。伊讲有一个人吼，伊训练一群鹅，这个鹅吼，逐礼拜拢会去教会听讲道，然后呢？这个台仔顶的牧师哦，讲道吼，伊拢讲啥？讲安怎飞吼？飞啊，会当伫天顶飞吼，有啥物款的好处？伫天顶飞是偌好的一项代志。然后这群鹅呢，礼拜结束了吼，因牧师接到了，这个鹅会走去外口吼，伫遐讲话吼，讲吼，伫遐讨论讲，哇，拄仔迄个牧师讲这个安怎飞吼，有偌好吼，会当飞偌悬，伫顶面风吹偌凉。但是了后，佮含主人行转去伊的厝。然后佮后礼拜，这个鹅佮含伊的主人佮做伙行来教会听安怎飞的讲道。当然，这是一个比喻的故事，就是互咱了解一项代志。每一届的组织，每一届的参与，毋若只有是听，毋是只有是伫这个所在感觉需要有聚会。咱伫遮爱学习去做，诚做是一个基督的门徒。还是伫每一届聚会去找到咱会当学习、会当看见的。所以教会组织除了互咱会当亲近上帝，互咱会当敬拜上帝以外，更较重要是互咱每一个人会当受到装备，会当承担上帝互咱每一项的使命。所以咱每一届组织，毋是亲近上帝、敬拜上帝。更较重要是，互咱透过组织的过程、礼拜的过程，互咱的生命得到装备，互咱会当更较看见到上帝的使命。所以以弗所书第4章16节，伊安尼讲，伊讲对伊身体的紧扎互相结连、相支持，互这个机体发挥应该有的功能，互规个身体长大、用疼建立起来。所以透过咱每一届的组织，
咱每一个人拢亲像是即个机体。当咱成长学习，当咱伫即个所在聚集的时，咱就做伙起造，诚做是基督的门徒，诚做是一个愿意学习的教会，愿意诚做是一个训练的教会。最后，一经文，咱就来思考为什么咱聚集了后，咱爱分散？聚集了后，为什么咱爱离开？最后要分享的是，就是目的，就是为着咱要差派到伫即个世界，诚做即个世界的使徒。咱爱诚做是一个有使命的教会。咱爱差派到伫即个世界，诚做世界的使徒。咱嘛诚做是有一间使命的教会。最后经文来记载第13章第20到第3节，因咧敬拜主敬拜的时阵，圣神就甲因讲，着为着我指派巴拿巴甲扫罗去做我呼召因做的工作。因敬拜祈祷了后，甲因换手差派因出去。咱看见安提阿教会最后，因选择透过圣神的选择，因派巴拿巴甲扫罗出去做工，因差派因出去。但是差派因出去，毋若是因出去尔，规个安提阿教会其实嘛常常伫因的背后做伙为因祈祷、为因祝福。但是当来看伫咱家己，咱每一摆礼拜结束的时阵，袂只有是牧师行出去尔，是大家拢会行出去。所以当咱行出去的时阵，当到伫即个世界，咱就诚做是即个世界的使徒。当《使徒行传》13章开始，那一直看，其实看到第28章结束，其实就是对安提阿教会行出去，一直行到世界的故事。当13章开始，保罗甲巴拿巴因就开始去传福音嘛，开始有宣教的旅程，为安提阿教会开始出去。所以一直到28章结束，后壁有真侪的部分拢咧写保罗的故事，写保罗传福音的故事。但是保罗为安提阿差派出去，伊就是开始诚做是一个世界使徒。虽然为这个世界，互上帝呼召出来，来归允伊，但是最后咱受差遣，来转到伫这个世界做见证。咱为这个世界的困难中，为这个世界的挑战中，咱因为认捌福音，互上帝呼召出来归允伊。但是最后，咱嘛犹原爱接受伊的差遣，转到伫世界继续做见证，互人更较了解上帝的福音是啥物。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无完全，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困难甲挑战。亲像保罗嘛是，保罗要开始传福音进前，伊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伊是一个正世界去掠基督徒的人。但是当伊受到呼召、受到感动了后，伊归允上帝，伊就到伫世界去做美好的见证。有一个伫中南美洲的一个报道家，伊捌一摆伫伊的报道内面，伊分享一句话，我感觉非常趣味，伊的描述非常的生动。伊讲教会吼，伊讲教会就亲像一堆堆肥吼，自己做伙的时阵，闻了这个气味无好，但是当分散开了后，伊就丰富这个世界。伊的意思就是讲，教会组织一群需要福音的人，教会组织一群无完全的人。这无完全的人组织做伙，可能有产生侪的问题，有侪的挑战。但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有上帝的气力的同在，分散出去的时阵，就亲像这肥料压起伫土里，就互这的植物、互这的农作物会当成长。所以伊讲，教会毋若是只有组织，爱分散出去，然后才会当丰富着这个世界。若是咱拢只有注意着家己，感觉讲咱组织伫遮非常好，无愿意分享，安尼就失去了组织的意义。
若是咱拢认为讲啊，我只要即群人组织了就好啊，我只要和我喜欢的人做伙就好啊，安尼咱就失去了组织上重要的意义。教会毋是一个亲像一个起了足水的别庄，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堡，将咱家己富强教会会友围起来就好啊。咱伫遮享受平安舒适的生活，伫遮享受舒适的空间就好啊。咱若是只有用这款的心态，安尼就失去了咱组织上重要的意义。咱做伙组织重要目的是为着要行出去。若愿意分享福音，就愈有福音通传；若愿意会当互别人，若愿意会当分享，咱就搁较有能力会当去分享。咱做伙组织是为着要行出去。若愿意分享的，咱愈有福音通传；若愿意有气力会当互别人的，那安尼咱就搁较有能力会当去互别人。所以以赛亚书第六章第8节，伊讲：我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什么人？什么人通为着阮去？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我伫遮，请找我。所以，因为这是耶稣的吩咐，因为这是耶稣的命令，所以咱每一届的组织嘛是为着要分散开。耶稣甲因讲，耶稣过我了后，对伊的门徒讲：愿你平安，亲像爸有找我，我嘛要找恁。因为耶稣甲因讲，甲这门徒讲，因为愿恁平安，亲像爸有找我，我嘛要找恁。所以耶稣伊嘛先受差遣进入到咱的世界，即马伊嘛呼召咱进入到别人的世界内面。耶稣嘛呼召咱组织了后，爱离开，爱进入到别人的世界内面。咱组织做伙敬拜，咱组织做伙受装备。但是当咱分散了后，咱学习关怀，咱学习传福音。所以教会无论组织，教会无论分散，咱拢爱尽力表达出这个信仰的模样。伫教会中，咱表达出咱对上帝的敬畏；伫教会中，咱表现出咱对上帝的敬拜。但是当咱分散离开了后，咱表达出咱对耶稣所领受到的疼痛，咱传讲伊美好的信息甲福音。所以主日的聚会了后，转去毋是讲哇，总算结束啊！我的礼拜日总算来啊，总算会当休困啊！毋是只有讲转去休困尔，反倒咱是建立一个车牌的开始，到伫后一个礼拜，搁转来到伫主日，到伫教会领受新的恩典，咱是建立到伫一个车牌的开始。愿上帝祝福咱，透过咱每一个礼拜。特别是当咱等下礼拜结束，要分散、要离开的时，咱犹原记得分散有搁较重要、搁较大意义，就是咱也受差遣，到伫世界，到伫咱的家庭，到伫咱的工作，到伫逐所在，继续互人看见耶稣基督的模样。只是咱做伙来唱一条回应的诗歌，咱来唱圣诗第547首。求主带我甲你同行，然后咱做伙为着几项代志，咱做伙来祈祷。咱一个来吟，做伙来吟圣诗547首，求主带我甲你同行。
咱做为着几项代志来祈祷。第一项代志，咱为着咱的心来祈祷，透过今仔日上帝话语，求上帝来帮咱，感动咱每一人的心，互咱搁一摆思考，咱自己了后的分线是为着什么？求上帝帮咱，互咱离开教会了后，有愿意来分享耶稣基督美好的信息，互咱每一人会当来显现出耶稣基督的模式。求上帝帮咱，互咱每一天的生活会当会记得咱分散伫这个世界重要的意义。第二项代志，咱嘛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咱已经开始进入49周年，以及明年的50周年。求上帝帮助咱的教会，透过咱教会每一届的组织，透过咱教会每一届的事工，每一届的训练，每一届的活动，帮助咱的兄弟姊妹生命得到起造，也互咱的教会继续来成长，来得到主的欢喜。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求上帝继续来引带带领，也为着伫咱周报中，也是你所认捌、你厝内的人，也是为着你家己拄着困难，也是拄着病痛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上帝的怜悯，求上帝医治，甲因三角地带。咱做伙开喙，为着这几项代志，咱做伙来祈祷。请主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也献上阮的感谢。求主帮助阮，互阮通知，阮每一届组织的时阵，无论参与伫主日的礼拜，参与伫小组，参与伫团契，参与伫逐项的事工服侍，互阮知有搁较重要的意义，就是伫这个过程，互阮的生命要得到成长，也互阮伫离开了后，分散。四散了后，会当继续将阮伫教会所领受的，对你福音的恩典有搁较侪的体会，也会当分享福音的道理。求上帝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求你垂听阮，垂听阮到伫阮所，无论伫阮的工作、伫阮的家庭、伫阮会当所接触的每一个人的当中。拢会当真做是迄个美好的见证，也求主你继续赐福伫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真做是一个福音的教会，真做是一个学习的教会，真做是一个有使命的教会，真做是一个你所欢喜的教会。互阮伫今50周年的时阵，求主来带领，互阮的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也做伙含教会来成长，含教会做伙来起造，也求上帝。特别来祝福、保守每一个需要的兄弟姊妹。主啊，你知每一人内心真实的需要，你知每一人内心真实拄到的困难、生命的困境。求上帝来扶持，也求上帝来帮助，因为你是阮生命中的牧者，你要引带阮，你要带领阮到伫你所备办美好的所在。主啊，求你的恩典时常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三角地带，也愿主你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也时常放伫阮的内心中，互阮通知，阮自己，阮受着你呼召，阮受着你的帮助，拢是因为有主你美好的恩典带领。搁一摆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咱就感谢詹牧师
用主的话来勉励咱吼。伫顶礼拜牧师有伫分享讲，即个夏中坚牧师吼，伊咧讲起着咱诶，即个台湾的教会，伫1979年迄年开始一个真大的改变。大的改变就是教会的迄个整个的敬拜制度有真大的影响，吼。其中一项就是讲有圣神的工作。有敬拜赞美，搁有即个祈祷山，搁有一个是小组吼。咱的教会也差不多伫迄个时阵创立啦，创立无几冬。感谢主，咱进入到伫即个属灵的丰收的即个体制内面。拄则詹牧师所分享的主题吼，我有感受到即个夏中坚牧师伊。伫后来咧推动即个2000年福音运动的时间，伊有一个足重要的理念，伊就是咧讲今仔日詹牧师所讲的。伊讲教会看重的，毋是会友安怎聚会啦，吼，偌澎湃偌热热，较看重的是讲散会以后，你散会出去，你有真正活出伫聚会中间。会款式无？有去传福音无？伫你职场有做见证无？你有认真拍拼咧实行主的教示无？我感觉这是真宝贵，互咱知影讲住的时间是真短，但是散会时间是真长。互咱真好的学习吼。这个时间呢，咱伫奉献前咱有一个特别的见证会，就是讲咱的即个。中部大道吼，已经第52期已经伫尾啊，对9月开始，佫进入到53期。所以今仔日呢，伫即个咱新的一个期的开始，咱要请一位代表吼，就是咱的黄小蜜姊妹，伊要来讲伊对大道事工所领受到的祝福甲见证。拍拍来欢迎伊来。各位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我是中保大道团服侍的东港小蜜。因为我的台语毋是真练长，所以可能有一点点仔国语真歹势。我代表中保大道团做分享甲邀请。兄弟姊妹，你会当为着一件代志祈祷偌侪冬？其实，阮兜住伫台南要20冬，买厝一直是阮兜的计划。逐个人拢讲，着免想遮济，你着冲落就好啊。但是毋是哦，阮兜着毋是安尼。15年来，阮一直会祈祷，一直写大道卡，搁看厝。但是阮就是无像来遮分享的兄弟姊妹，马上写就马上有。嘛是有兄弟姊妹搁有足奇妙的代志发生伫因身上。15年来一直写大道卡，而且阮搁爱面对阮兜厝边4围四面八方包围，而且他们就是对我们会做一些。不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为他们祝福祷告。我大概若是无成就的时阵，我就流目屎，我就问上帝讲：啥那人拢有，阮就是无，就有时阵会足理智的。但是阮若是足冲动的时阵，上帝就甲阮阻挡，然后互阮拢无成就，因为阮有一寡代志靠阮家己的主意做，但是呢，阮若靠阮家己的主意做，上帝拢会互阮拄着做无好的代志。所以对买厝无成就的时阵，我就甲上帝讲：好，我顺服你，反正已经15冬啊，我知影你一定有你的计划，我愿意等你。所以我就搁要继续祈祷，我要继续等上帝，你的意思，你的旨意是啥物？
就是伫今年的4月份的时阵，哦，搁足紧急的，我搁一定爱找厝啊，搁来啊，拢15年啊，我想讲，好啊，搁继续写好啊，然后我就搁入去台岛市祈祷，然后但是即届哦，真正无共款哦，即届哦，上帝吼，伊就通包掌管一切。阮兜吼就亲像迄号上帝保护共款。首先啊，伊足奇妙，带一个足认真的房屋中介来帮助阮。甲阮即马一定买着厝，阮顶礼拜5摕着锁匙啊，阮拢感觉这是上帝帮阮建的厝。即马上艰苦、上困难的代志，毋是买厝，上困难的代志就是贷款。若是大家拢有贷款，你就知影，即马真正是足歹贷款的。但是啊，上帝满足阮所有求的，就是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让我们可以贷款就这样贷过去。就是你会感觉上帝拢一直在开路。迄个时阵，我就甲慈宝姐啊做分享啊。然后慈宝姐讲，虽然迄个时阵啊，恁拢买着，拢上帝拢无买互恁买厝，你着感觉讲上帝是毋是拢无咧听你的祈祷？但是啊，上帝其实啊，知影恁的负担甲恁的需要，所以拢会甲恁有备。所以啊，安尼你互上帝保护15冬。即马阮买着家己的厝啊，我就真正有了解到，原来过去啊，上帝主动啊，真正有伊足深的用意，甲保护伫即个中间。足感谢中保台岛团，阁有一个赖群组，然后即个赖群组就是，你若无法度随时会当写着台岛卡，阁足紧急的时阵，你会当透过即个赖。会当马上就有人为你祈祷。即个代志就是我5年前，我的爸爸行人生最后一段路的时阵，我足感谢有中保台岛团即个设立。然后迄个时阵，我的压力足大的，但是我嘛是入去台岛市，甲上帝亲近。迄个时阵。甲上帝做伙的时阵，你台岛的时阵，你会感觉你甲像充电共款。有的时阵，我都甲我的先生陈宏讲，好佳哉，我有参加即个台岛团，有即个服侍。经过遐尼久的祈祷，其实我嘛会累志，我嘛会跋倒，但是我感谢上帝透过牧师的讲道，小组长的鼓励。互我会当一直坚持落去，无要放弃，一直信靠耶稣。这里分享一段经句，以佛所书3章20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其实安尼知影，你祈祷毋是咧吓阮。上帝一定会甲足好的互你，但是你会爱需要透过等。然后我嘛有记着讲，我嘛因为阮买厝祈祷15冬啊，但是你会讲啊，尼写台岛卡是毋是拢爱等足久的？其实无，我嘛是有真紧受着上帝应允的代志，就是我头拄仔讲的，阮爸爸迄个时阵行最后一段路，迄个时阵是疫情要开始足严重的时阵。迄个时阵，阮爸爸伫家护病房，一工若有一个时间会当去看伊，伊住伫屏东，我伫台南，所以我迄个时阵写一张台岛卡，我嘛伫赖顶悬请兄弟姊妹为阮祈祷。我求上帝会当帮咱，希望阮爸爸伫最后的时阵，我会当伫伊的身躯边为伊做最后的祈祷。迄个时阵，我真正是足无气力的。因为阮爸爸伫家护病房的时阵，其实是足危险的。然后迄个时阵，牧师有讲，俺是上帝的囝儿，俺有互俺的亲人祝福的权柄。迄个时阵啊，我就是迄个时阵，阁无法度互牧师去探访，所以
牧师个，我无牧师讲，安尼我会当为我爸爸做洗礼无？迄个时阵牧师就讲会使。那迄个时阵我亲自伫家护病房，甲阮爸爸受洗礼的时阵，我就认为讲上帝一定是拯救伊啊！我真感谢大道团的同工啊，所有帮阮祈祷的兄弟姊妹，真正足紧急，而且足迫切的为这件事情祷告。其实那个时候时间很短，因为已经病危了，所以好像在9天的时候，就是只剩9天而已。然后上帝就马上就是对这个代志，伊就互我成就。迄个时阵，我换手为我爸爸祈祷，因为我迄个时阵伫个边仔的时阵，我就感觉讲，伊改成有要行最后一段路的死神啊！我换手为祈祷的时候，我就甲伊讲，你着看到迄个光，上帝会带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祷告说，上帝，如果我爸爸在那里的时候，你就让我看到彩虹。然后那时候之后我有看到彩虹，然后我也谢谢上帝，那个时候一定带阮爸爸伫伊的身躯边。感谢上帝听阮的祈祷。最后要分享的就是讲，其实你的祈祷，上帝真正拢有听到，但是上帝有伊的计划。时间的长甲短，毋是真重要的，重点就是讲，你绝对袂当放弃。再分享一段金句，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6节到18节，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感谢耶稣。我要介绍咱台岛有3种卡，就是一种的，这蓝色的是事工。你若是有事工的负担，你会当写即张事工的台岛卡，啊，阮会为你的事工做祈祷。然后刷来是即张黄色的，黄色的其实是兄弟姊妹上常写的卡片。然后卡片顶悬呢有一般甲紧急，毋是讲你紧急，一般就毋是紧急。要甲你祈祷，就是即个台岛卡按上好，就一届写一项要祈祷的代志。但是你紧急伫1个月，以来希望上帝会甲你应允的，你就会当交遮紧急。啊，但是一般阮拢，若是你交一般，阮拢会为你祈祷3个月。然后你若是讲，你祈祷的代志有上帝有应允你就一定爱记得写即张红色的应允卡。即个应允卡呢，你会当选择，你会当公布还是不公布？然后写越多应允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新的一期的中部台岛团，阮阁要开始报名。期待呢，你甲我同款加入即个台岛团，互咱彼此的台岛甲上帝同行。感谢兄弟姊妹听我的见证。咱真多谢小蜜的见证，伊台语讲得真好啦我听到咱足侪即几年来咱中部台岛的见证，我感觉咱富强教会中部台岛有一个特色就是足侪人买厝拢有上帝的祝福安尼伊拢感觉祈祷上帝安怎甲应允。我会记得较早我伫高雄，甲谢牧师咧带，伫高雄遐有一个禁食祈祷会迄个教会禁食祈祷会，上印象上深的是上帝赐小朋友生团安尼所以咱的中部台岛，咱要行至50几年。我感觉讲足侪事工拢足重要，但是若无中部台岛，感觉咱就无开力所以有2项邀请，第一项就是讲，你捌写过台岛卡无？你是讲这代志我拢足敖的，毋免靠上帝毋捌写过。若有写你的台岛的代志，放伫个箱啊，有一群兄弟为着你祈祷。第二，若你祈祷了有感动你真做台岛者，
吼，希望明年咱的50禧年有足多的大岛者参与伫咱的中间吼。啊，顺便报告一下，咱因为中部大岛伫地下室伫1楼遐有咧修理啊整理啊，所以咱即马改来伫1楼，咱礼拜堂的1楼的一个小祈祷室。啊，另外一位是伫2楼的即个中级吼，中级开会的迄个所在。啊，咱要注意迄个时间吼，咱若即2个所在，咱注意看有人咧祈祷，啊，咱就毋通甲因搅扰就对啦吼。啊，佮另外就是讲，咱的祈祷的树已经拢收集好啊，准备要来印制。啊，咱为着这一事来代祷吼。多谢呢，咱护士会来印刷咱下面要奉献。奉献，即时咱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因奉献的诗歌。甘心的奉献，主啊愿意；公义的奉献，主所欢喜。主行嘅我无比，我愿一生为你奉献你所行事。我爸主，阿门。会众请坐。即时咱看周报上尾仔一页，来因本月的金句，请咱用台语坐写来读。做囝儿的，着顺服父母，这是信主的人应该有的本分。以后所书第6章第1节。报告，即时我来报告，请看周报第2页后主日敬拜的服侍当中。主理是夏牧师，司会是张志奇执事，其他轮一个事奉当中，请自己看。咱分开周报第4页，第1项，本主日是中会、教会甲社会的奉献主日，请大家会当为洪灾救助、搁教会的主日来做奉献。第2点，本会定今仔日召开定期小会，甲50禧年筹备委员会，请全体的委员必摆心来参加。第3点，本会伫7月28就开始启动地下室的教育中心整修的工程，邀请兄弟姊妹关心甲整修的经费来奉献。第4点，第53期
中部大岛复赛要开始报名。大岛市的地点的位置有选位，嘛感谢大家的体谅甲配合。第5点，本会伫9月7号特别推动第8期的幸福小组，请大家小组闭目心来筹备。第6点，本会伫后礼拜，咱有邀请芭蕉塔合唱团来本会献诗。因阁有伫9月3号的下暗7点半，伫台南的文化中心来演唱，请大家兄弟姊妹会当买票来参观，听因的演唱会。以上，请夏牧师补充报告。各位兄弟，我来做补充啦吼。拄则咱执事已经报告真详细，但我要提醒的一项就是讲，咱即个为着即个地下室的整修吼，咱昨昏有发动差不多20几位的兄弟吼，来甲咱教会真侪放几若冬仔前建堂开始放的物件吼，拢钉伫遐无路用吼，咱拢甲清出来吼。有诶送人，有诶是甲伊当做废弃品啦吼。看到讲，地下室迄个整个诶变数咧整修吼，会当参1楼、2楼拢要整修诚做一个安尼足新诶所在互咱伫50几年诚做一个奉献互上帝吼。所以咱也鼓励兄弟呢，咱开始为着50几年诶事工来做奉献，来互主诶工拢无受到阻挡。所以咱即个50几年有2个大项目啦，一项大项目就是讲，为着50几年一个集中，咱来做足侪所在的整修改善吼，硬体来改善。第2项就是讲，咱有真侪的即个庆典的节目咧安排吼，庆典的节目安排，无论是软性的，还是讲研讨会，还是真侪的演习以及各方面的活动，拢陆续要举办。所以真鼓励咱兄弟有份参与伫遮个事工的经费的奉献。当然你若甲奉献伫50几年，就会使值。伊内面咱会统筹分配，有诶做即个整修的事工，有诶来做咱即个经费。若50几年，伊是一个专款的使用吼。咱会当用咱50几年的特别的奉献地记录你的号码吼。另外一种是讲。你用咱平时咧月献的奉献地，因为佫有空格人写，你较会当好来做记录就对吼，好来做记录，欢迎鼓励大家吼。咱即个50几年的筹备委员会吼，要伫第2场礼拜煞就来开会。因为咱真无爱心午餐嘛，所以咱就做伙食便当了，就随煞要去落去开就对啦吼。咱也鼓励兄弟吼。有机会虽然无食中昼顿，但是咱去3楼参观一下。咱的司法班足认真写这个司法表背足水吼。吊伫遐已经有人答讲，即个已经卖出去即个卖去安尼。你也感觉讲，咱厝拄有需要一个真水的布置吼，司法的布置是足方便吼，袂定位佫真水。你若有感动，请你去3楼若有感动想要来甲买，就是当作奉献，50几年的奉献。伊大张红纸写讲，某某兄弟已经买去吼安尼吼。迄是敢独一无二的吼，迄敢若一项尔吼。所以欢迎大家。其他的消息，牧师要补充的是安尼吼，就是讲咱伫过来的拜六，拄好23号啦吼，23号拄好是咱。台湾有咱的政府有一个公投，公投什么吼？有人可能毋知啦。我甲谢牧师讲，你有收到迄个投票的收通知无？伊讲无看到咧吼。公投的，就是讲要为着核三厂是要搁继续无啦安尼啦吼。你就想讲，哎呀，这甲我无关系啦，莫去投啦。我是鼓励讲，咱兄弟你若时间有闲去甲投一下
表示你的意思。因为咱知影讲核三吼已经流酷酷啊，佫开落吼，啊这到底什么阵会发生代志，咱拢毋知呢。啊，竟然讲为着这来公道啦，啊讲开10几亿安尼就对啦。啊，毋过你若无表达，啊若真正要定开始吼，啊嘛是麻烦嘞。啊，所以请大家踊跃伫你的选区吼去甲投票吼。啊，咱长老教会嘛正式公开讲，阮无欢迎啦，无欢迎核三吼。核三搁定开始安尼，因为迄个已经40-50档的历史啊吼。啊，这点请大家，啊，咱1楼吼，1楼的空间呢，拄也要照区公所来做投票所。啊，所以恁若拜六来教会吼，注意人迄个门袂使入来哦吼，对咖啡厅入来安尼，啊无对边仔门吼，啊因迄人咧用咧做公道的路用就对啦吼。啊，另外咱后礼拜咱要举行异地的祈祷啊吼，啊欢迎大家踊跃来参与。另外咱有主日都会爱餐吼，啊咱因为主日的爱餐因为主日都咧使用，啊咱就暂停吼，暂停来供餐单啊，拢完全恢复啊，咱才来恢复来开始安尼吼。啊，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啊咱大家为着50几年的时间，啊大家参加来台岛，多谢。上映，请咱来用上映的诗歌，起立。咱做伙来领受。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甲相通，甲咱众兄弟姊妹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大家请坐，咱别倒，然后聚会。礼拜已经结束，请大家互相问安请好。